嗨，大家好，我是躺平树。今天是2026年4月10号，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、胡指、胡威，还有胡锡进老師。今天胡适表現毫无疑問還是特朗普行情。昨天这個以色列繼續對黎巴嫩的真主黨進行轟炸，導致胡锡進老師損失不小。胡锡進老師很惱火。今天美伊又傳來好消息，伊朗雖然說不去伊斯蘭堡去談判了，威脅，但是最終還是去了。而且特朗普也說雙方非常順利。所以這一下似乎這個警報又解除，所以今天胡適跳空高開，截至收盤，上證指數漲了20個點，有點衝高回落的意思。你看這個上證指數，感覺好像到了下午，是不是又有什麼不好的消息來了？本來它已經站在4000點以上了，好像收盤又收下來了，一個上影線。而深成指漲了 2.24%， 創業板指數漲了 3.78%， 創業板又創了新高。並且這個成交量 2.3萬億，比昨天也稍微多了一點。這總體上還是特朗普行情。特朗普行情的特點就是這些散戶已經暈頭轉向了，是買還是賣，是割肉還是補倉，就完全懵了，貓一天狗一天的，這誰能算得準？你要賭特朗普的心情，你還賭這個伊朗什麼個狀態，這回你還要分析內塔尼亞胡，還要分析以色列攪不攪局，太難了。雖然指數漲了，但是這散戶好像也高興不起來。通過特朗普這麼一折騰，咱們這個胡適4000點下去的，現在又回到4000點了，將近。但是散戶的錢包恐怕永遠回不來了，癟下去了。以今天為例，今天一共是3977家上漲，1397家下跌，就是漲多跌少。但是你不要看這麼多股票漲了，將近4000家上漲，漲幅超過 4% 的股票只有400家，漲幅超過 3% 的股票只有568家，也就是說只有 10% 的股票漲了 3%， 剩下的股票都是1個點或者0點幾，充分的體現了什麼叫大斗出小斗進。所以說即便今天這個指數漲了一些，但是散戶也很難高興起來。金融消費者繼續在祈禱周末特朗普不要整幺蛾子，衛隊也不要整幺蛾子，不要放狠話。內塔尼亞胡，你老老實實坐着，別胡折騰。胡锡進老師現在就這麼個狀態，一下一上，指數回到了4000點左右，散戶的錢包卻永久的癟下去了，再也回不來了。這就是胡適。我們看看這個喉舌是怎麼看的。關於這個咱們現在被特朗普綁架這種行情，叫特朗普行情。央廣網他發了一個評論，叫中東不消停，大 A 怎麼走？看看喉舌是什麼意思。自2月28日美以軍事打擊伊朗以來，戰事已進入第41天。這期間，中東局勢反覆拉鋸，停火談判前景不明，戰爭的持續不確定性直接衝擊全球金融市場，避險情緒升溫，原油、黃金等價格波動加劇，通脹預期抬升，全球投資人徹夜難眠。確實，你看以胡锡進老師為例，白天先要玩命的學習研究特朗普講話精神，特朗普的思想動態，晚上還要盯着美股，看看美股走的是不是這個意思，再看看美股裡面什麼 A50 是吧，或者叫中概股走勢。第二天一早還得看日本、韓國的股市，9點半要盯着胡適。這到了下午3點收盤，又得去復盤，復盤完了之後又得學習新的一天特朗普的講話精神，如此循環往復。所以說徹夜難眠，這個央廣網說的沒錯，簡直說的就是胡锡進老師。這個央廣網說中東不消停， A 股難以獨善其身。你看看胡锡進老師希望 A 股走出獨立行情，但是願望落空。本轮衝突爆發以來，上證指數一度失守3800點，儘管短期承壓，相較於2月27日的收盤點位，上證指數目前跌幅為 4.7%， A 股整體波動並不算大，成為相對抗跌的避風港。你說這是指數是相對比較抗跌避風港，但是胡锡進老師的錢包已經跌空了，胡锡进老師已經扛不住了。從戰爭的狂熱分子，希望伊朗跟美國槓到底，拖垮美國，到後來現在是祈求雙方別再打了，再打賬戶受不了。從開戰之初，沒有人比胡锡進老師更希望伊朗強硬，更希望伊朗痛揍美軍。到現在，沒有人比胡锡進更希望盼望和平。
更重要的是 ，A 股的核心叙事并没有因中东戰火而改變。自2024年人工智能行動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以來 ，A 股的科技流和人工智能流就走上了獨立邏輯道路。尤其是隨着科創板8條併購6條、科創板1+6改革等一系列支持科創企業發展的政策相繼出台，資本市場支持科創企業發展的大勢已日漸清晰。首先，他說明晟中國今年每股收益增速約為 13%， 這是瑞銀財富管理投資總監辦公室預計的。科技股板塊盈利增速有望達到 20% 到 25%。政策層面仍然支持 AI 發展和科技創新。隨着市場情緒以及基本面改善，盈利、估值和倉位有望逐步回升。中東衝突對 A 股市場造成的只是短期衝擊，本輪行情背後有深刻的邏輯，不會因中東衝突這一短期因素而改變。這些機構他們認為，咱們只要中東因素一去掉，咱們 A 股還要回到原來的軌道上，就是慢牛，指數牛市還要繼續在沙灘上建高樓，就這意思。與此同時，說大量投資者正在用錢投票。上交所最新数据顯示，2026年3月份 A 股市場新增投資者開戶數達到460萬戶，環比增長 82%。環比這個沒有意義，這個因為3月份跟2月份比，2月份只有20天，你要交易日那更少，对不對？你3月份是一个整月，而且你要用这个环比，就说明这些人別有用心。同比增長 50%， 那同比是可以的，同比確實多了，比去年3月份呢。2026年第一季度累計新開賬戶1204萬戶，較去年同期大幅增長 61%， 非常好，這麼的新韭菜來了。開戶數據持續走高，反映出市場情緒回暖，更折射投資者對 A 股的信心。有這麼的新韭菜又有的割了。展望 A 股後市，關鍵不在於中東戰火何時熄滅，而在於我們能否走好自己的路。當前國內政策面正在為 A 股創造越來越有利的環境。4月7日，證監會關於短線交易監管的若干規定正式實行，有助於穩定市場預期，便利中長期資金入市。此外，隨着上市公司年報陸續披露，過去1年多上市公司現金分紅的規模已遠超 IPO 和再融資規模。一個既注重融資功能又注重投資功能的 A 股市場生態正在形成。寫這個文章的時候忘記了，證監會現在一天要罰多少家企業，也給多少家企業立案，也有多少家企業在欺詐上市，在財務造假。他忘了，在這麼一個市場，你說什麼現金分紅，也就是這個市場沒有規則，你分紅再多有什麼用呢？要說分紅，許家印是最懂的，許家印每年的分紅，結果現在全國人民要為他2萬億負債買單，2萬億。所以說這些評論就簡直是小兒科啊！你不能為了分紅，分紅是他真正的他盈利，他每年賺的錢多。你比如茅台可以，你別管他怎麼着，反正人賺了錢分紅沒毛病。但是現在你分紅最多的是銀行，而這些銀行現在什麼情況呢？大家打個問號，海外機構現在都懷疑，你這銀行到現在壞賬率從來沒變過。咱們現在 A 股分紅最多的應該是銀行，分的錢最多。但是你想銀行息差是吧？都普遍在 1.2% 以下，息差越來越小，就是銀行賺錢能力越來越弱。這種斷供斷貸，信用卡人不還的，房產公司還不起貸款的越來越多。但是它的壞賬居然不良貸款不良率居然一直在 1% 也不變，然後還保持高額分紅。我不知道這銀行能扛到什麼時候，銀行會不會成為恆大？你看這麼整 ，A 股要走出獨立行情，靠的不是祈禱中東和平，而是扎扎實實把制度建設好，把科技產業培育好，把市場信心鞏固好。唯有如此，無論外界風雲如何變幻，中國資本市場才能真正行穩致遠。這個文章我覺得胡一金老師應該好好的評論一下，胡一金老師能不能同意這個文章的觀點？這叫站着說話不腰疼。你現在全球資本市場都被特朗普綁架了。胡一金老師曾經也希望 A 股走出獨立行情，最後發現實在是胳膊擰不過大腿，最後變得什麼神經質，開始祈禱是吧和平。
希望特朗普你就收了你的法术。所以我们还是要看一下胡锡进老師怎麼說的。這胡锡進老師簡單的說，就是一掐脖子就翻白眼，一鬆手就吹牛逼，大概就是這樣，跟伊朗革命衛隊是一樣的。昨天一收盤，胡錫進老師馬上就研究中東局勢，研究特朗普講話精神。他昨天晚上就先發了個微博，分享一下他的研究的心得、學習心得。他說，昨天早上美伊停火之後，到晚上各種複雜性就出來了。這霍爾木茲海峽重新關閉，以色列猛烈轟炸珍珠港，伊朗準備退出停火，特朗普發重話，但老胡相信停火並非岌岌可危，世界上所有停火都很複雜。老胡當年在波黑戰爭中，在薩拉熱窩親力停火，整夜槍聲炮聲不斷，第一次以為哇，戰鬥又爆發了，以後見怪不怪了，那就是波斯尼亞式停火。伊朗這次停火政治基礎是比較扎實的，因為特朗普已經耗盡了美國公眾對其發動戰爭的支持，他有那戰爭停下來的強烈願望，伊朗也肯定是不想打了，想談判。胡錫進老師從伊朗絕不談判，伊朗要復仇，伊朗不可能談判的，到伊朗這次想談判。你看這胡錫進老師轉化還是比較大的，這個轉彎比較絲滑，跟他這個1個月之前的態度完全不一樣。胡錫進老師承認伊朗想談判，而且胡錫進老師認為，即便內塔尼亞胡打這個黎巴嫩真主黨，那伊朗也會去談判。現在以色列攪局，特朗普對以色列老胡有點控制不住，但總的來說，照顧美以關係的那點微妙，沒有保持停火實施談判，對特朗普更加重要。所以目前破壞停火的擾動，還有特朗普和伊朗方面的狠話，在我看來都是正常範圍內，沒有這些反而不正常，因為世界上沒有絕對寂靜的停火。胡錫進老師昨天晚上也在那分析了一陣子，主要是昨天的股票一跌，痛定思痛，胡錫進老師發現還是虛驚一場，不要看伊朗叫囂着要退出停火，不去巴基斯坦開會，實際上不會的，一定會去的，就這意思。胡錫進老師自我安慰啊，他說談判前景我認為會很難，但並非沒有希望。最關鍵的是強的一方，也就是特朗普真不想打了，他也認為特朗普是強的一方，這很有意思。這回不是伊朗是什麼叫不對稱是優勢嗎？不對稱性優勢，這怎麼變成特朗普是強勢了呢？這胡錫進老師終於說真話了，說他需要把日程盡早朝着中期選舉切換。伊朗若通過艱苦並且損失巨大的戰鬥，贏得了有尊嚴的停火和談判地位，他們也會珍惜的。雙方狠話，外界都不要太當真，看他們實際行動吧。你看，總體上昨天胡適一跌，胡錫進老師冷靜了好多。那他寫的相對来說比較客觀，相對你比較正常。你看，就像一個正常的評論員。但是一會兒就不行了。剛才說了，他說他認為這個談判很難，但是還是可以談的，就這意思。談判前景雖然難，但是有希望。胡錫進老師就分析了，他說這個伊朗和美國立場差距那麼大，怎麼談呢？他說美國方案提出了15條，伊朗的方案提出了10條，但老胡認為雙方最大的焦點是第4條，就是伊朗不能擁核，這是美國的頭等條件。如果伊朗不同意，談判立刻就翻。咱們的節目一直在說美國、以色列這是底線，焦點就在核武器核上面。但是胡錫進老師說，他說伊朗一直表示只發展民用核能，不搞核武器，而且伊朗至今沒有退出不擴散核武器條約。胡錫進老師判斷，他說伊朗會答應美國這個核心要求，給出一個不發展核武器的明確保證。作為交換，美國必須保證不再對伊朗動武，並確保以色列不再動武。按照伊朗的主張，任何最終的和平協議都要交由安理會確認，那麼等於安理會對伊朗不擁核以及美以不對伊朗動武做擔保。只要美以談成協議，安理會做到這一點是可以實現的。至於伊朗現存的濃縮鈾怎麼處理，只要大的和平框架達成了，它不應該是一個絕對的攔路虎。胡錫進老師認為第二個焦點是什麼呢？美以原來要求伊朗放棄進攻性中程遠程導彈，只保留短程導彈。胡錫進老師認為這個也是個焦點。他認為特朗普
既然同意與伊朗談判，他應該已準備在這個問題上做讓步。如果美方拒不讓步，談判肯定要崩。第三個問題是霍爾木茲海峽，之前這個問題不存在，但這場戰爭打出了伊朗對海峽的控制力。胡鑫老師說的3個焦點，實際上就是一個焦點，核的焦點，咱們上一次節目已經說過了，400公斤武器級的濃縮鈾，60%幾豐度的這個鈾怎麼處理，這就是焦點，其他的不是焦點。至於什麼遠程導彈，至於什麼霍爾木茲海峽，那玩意都是叫什麼？那叫狀態描述，你可以雙方隨便寫。這個400公斤濃縮鈾，它就像領土一樣的，給了你我就沒了，不給你你就沒有。這玩意是個物質的，你沒法描述它。你不像遠程武器，我說沒有，对不对？让我都放完了，你让我交出來，我都打完了嗎？不都打到以色列去了嗎？都被你炸了，对不对？没了。你說不让我搞，那行，我們寫個保證，不發展這種500公里以上的導彈，工廠也被你炸了。就這玩意你很难去，雙方可以各自表述，写完之後簽完協議，回頭給國內的也好解釋，咱們要高質量發展這個導彈，那遠程的不行，打得不準，咱們就做专攻短程的也可以的。那不伊朗的盘们他也搞不懂高質量，對不對？那遠程的都是低質量的，要它幹啥？遠程的就打300公里近程的，短程的才是高質量的，對不對？盤們一聽高質量低質量，他就傻了，繞暈了嗎？沒毛病。所以說你看，這就是伊朗取得重大勝利，我們主動放棄了這種低質量的遠程的導彈，加強發展這種高質量的短程導彈。至於霍爾木茲海峽一樣的道理，就看雙方怎麼解釋，怎麼跟國內的盤們一說，讓盤們認為這就是贏了就可以了。這都是晚上昨天收盤以後，胡鑫老師連着發了3個微博，就分析這個形勢。總體上他是希望這趕緊要停火，因為他賬戶受不了了。昨天這麼小跌一下，這胡鑫老師又，我看有網友用什麼人工智能問人工智能，說胡鑫老師賠了多少？有人說胡鑫老師賠了6%了，但是這個都是真假難辨，所以他昨天晚上發的微博基本上都是希望趕緊談判，一有對談判有利的消息他就非常高興。比如說新華社轉引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9日報道，伊朗外交部副部長表示，伊朗代表团將前往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參加談判。這是昨天晚上，這是以色列攪局停火岌岌可危時傳出的重要信息，只要談起來，停火就有延續。胡鑫老師還許願，這個是胡鑫老師許願，許什麼願？他說希望華盛頓要管住以色列老胡，就是讓特朗普你要管住內塔尼亞胡，不能讓再炸了，再炸萬一就崩了，對不對？所以說到這兒為止，胡鑫老師都是盼着趕緊談判停火，要賬戶真的受不了了。特朗普你收了你的神通，再也不號召，不建議伊朗死幹到底了。結果到了今天，對吧？昨天晚上都是好消息，美股也漲，日本、韓國股市都漲了。今天早上一開盤 ，A 股跳空高開，這胡鑫老師馬上就不一樣了，臉就一變了，這就是充分的體現了什麼叫一掐脖子就翻白眼，一撒手就吹牛逼，他就開始變了。所以今天早上發的微博說，伊朗再次用關閉海峽的強硬姿態壓住了美以氣焰。你看是不是這說法都變了？特朗普要求以色列降低對黎巴嫩的打擊，內塔尼亞胡表示不停火，但會與黎巴嫩談判，以方以實際克制空襲。這一聲勢上的變化有利於強化伊朗的談判地位。你看看，馬上給吹上了。這胡鑫老師很有意思，人特朗普說了，他會要求以色列低調。人內塔尼亞胡也說了，黎巴嫩不在停火之列，我想打還要打的。只不過內塔尼亞胡要跟黎巴嫩政府談判，不是跟真主黨談判。黎巴嫩真主黨跟这個以色列之間打仗，是內塔尼亞胡要打的是真主黨，不是黎巴嫩政府。所以胡鑫老師把這個整不明白，談判是內塔尼亞胡和黎巴嫩政府談判，而黎巴嫩的真主黨跟政府是不對付的，是這樣的，是黎巴嫩一個類似於反對派，或者是黎巴嫩政府拿真主黨是沒脾氣。胡鑫老師就開始吹開了，就這叫好了傷疤忘了疼，開始說伊朗是唯一把美國逼上談判桌的地區級國家，這是個地緣政治奇蹟。老胡個人希望伊朗也抓住這個由人民承受巨大戰爭痛苦、基礎設施被毀且數千人死亡慘痛代價換來的談判機會，
鬥爭加智慧，把和平还給人民。伊朗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個唯一的一個把美國逼上談判桌的國家，這很厲害啊！霍爾木茲海峽收費還是不要有了吧？那會提高油運成本，損害所有國家利益。伊朗最好還是通過其他方式籌錢重建。這胡一金老師琢磨個味兒出來了，不像以前他是希望收費鼓到伊朗，你收費你卡住，這不就卡住美國脖子嗎？現在這回他回過味兒來了，建議伊朗不要在霍爾木茲海峽收費，你這從了特朗普吧？特朗普不就是說不准在那收費嗎？最近的表態，這個真的涉及到胡一金老師錢包了，是吧？一收費，油價就漲，油價一漲，那股市就不行。胡一金老師加油，油箱掏的錢多了，一箱油炒股也賠的也多了，你說能受得了嗎？所以希望伊朗不要在霍爾木茲海峽收費。然後就在剛才，胡一金老師又發了一個微博，他這又是8連發，說中東戰爭幾乎耗盡了美國武器庫存，而中國對美國重建武器庫所需的關鍵礦產資源務有絕對控制權。也就是說，要想重建武器系統，美國必須和中國合作。這是美國政客新聞網最新報道。老胡認為，中國需要很好的利用這個優勢，換取美國的更多讓步，包括經濟上的，也包括台灣。這就是什麼意思呢？這說來說去，最後話鋒一轉，中貨贏，就這意思唄。反正說來說去，最後繞來繞去，某某某是最大贏家。胡一金老師這種敘事方式還是不改啊。最終，美國在伊朗的打擊之下，或者在伊朗人民頑強的反抗之下，美國還是向東大低下了他那高傲的頭顱，不就這意思嗎？這胡一金老師一看自己的賬戶，今天又回來了一點，回來了3%，這底氣又足了，又開始叫板了。我覺得胡一金老師應該請求這個週末特朗普消停一點，要不然金融消費者這個週末又過不好。我看美國的團隊好像也到達了伊斯蘭堡了，這伊朗人早就到了，希望雙方不要談崩，但是第一回合很有可能就談崩了。這個週末還是讓金融消費者踏踏實實過個週末。至於有什麼這個幺蛾子，也等到週一再說。這個整個3月份到4月份這40天，散戶也沒有過好每一個週末，沒有一個週末是消消停停的過的。所以說胡一金老師還不如請求特朗普給金融消費者，給小散這個週末放個假休息一下，實在是扛不住了。輸點錢都不要緊，被割韭菜都是事小，身體搞垮了，這只要身體還在，這韭菜可以慢慢割，還慢慢的可以回本。身體垮了怎麼辦？好，這期節目咱們就聊到這裡，感謝大家收看。如果喜歡我的節目，歡迎訂閱轉發，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，謝謝大家。